林志坚早起一透早嘛来就广播节目火力全开，为家己来澄清，讲伊无抄袭。我到11点嘛委任律师控告一开始指控伊抄袭的台北市议员王宏威加重诽谤。写2014年我选举的这个题目，所以需要我当时的这些资料，问我可不可以提供？我说没有问题啊。透早林志坚就上广播节目讲伊无抄论文，近日一天嘛提出证明，讲对方感谢伊提供资料。引用的东西都会有注明了。晚上又有另外一个应该是议员参选人吧，他又丢了一个资料，意思就说我又抄了哪一段。但是事实上，这个是我在论文里面说我引用了老师的这个论文的内容那他也把他认定说我是抄袭。针对领导的野料，其实林志坚伫论文的后壁就注明讲这是参考文献。林志坚有委任律师要提出告诉，因为台北市议员王宏威一开始就指控伊的论文是抄的。提告的这个罪名就是刑法的加重诽谤罪。犯罪事实有2次，一次是昨天早上的记者会，一次是下午的粉丝专页，用不实的资讯来抹黑。风声讲南洋有毁掉林志坚的3部曲，林志坚被停掉到今嘛才第3礼拜尔，都被连续的攻击。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张善政民调落后，而且落后的差距在扩大。电风扇讲南洋这款的选举操作，只是好比出阵营强化认同度，也不过质疑到指导教授、质疑到学校为了选举，敢有必要？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